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歌来敬拜神，因为神爱我们，我们相约在主里，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一起来赞美神，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迷人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你可以到旁边人的肩，他永不离开。示范，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跟我们一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再次说，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高台，我们要将一切赞美献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耶稣的爱常常激励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耶稣的爱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用这首歌来赞美神。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
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咱来唱台语耶，台语的。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切要头望要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这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耶稣的听。耶稣的听激励我，分享我的生命，予家己才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点着我心内听的烟火，请咱做伙向世界活出华语。华语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下一页。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的爱比山还高，比海还深。谢谢你的保守与眷顾。或许我们在生活中是平淡的，或许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我们的心依然充满喜乐，因为主，你的爱照亮了我们的世界。主，你那圣洁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你是信实公义的主。感谢你付上代价，让我们有重生的机会。主，我们要永远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谢谢主，感谢你的恩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的恩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现在要邀请大家一同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要将心中感谢的事情告诉神，将我们心中所有感谢的事情告诉你的神，谢谢神。最后，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邀请大家一同开口来祷告，一同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可以做我们的，主啊，你是站在十字架上的神，主啊，主啊，我们每个有罪的人，我们是不配的，主啊，但是因为你为我们的牺牲，因为你为我们的牺牲，使我们现才能够站在这里来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牺牲。
我要得连续蒙恩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对你的恩。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生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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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神的羔羊，世人所仰望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我们的过犯，背负我们的忧患。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感谢爱我们的父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阿爸父神，恳求你再次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在软弱的地方，求你带给他刚强；在欠缺之处，求你带给他富足；在担心害怕的地方，求主你赏赐平安；在忧伤的地方，求主你亲自来安慰。愿圣灵与神的每一位儿女同在。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从今年开始，2025年，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都把它叫做333祷告会。我们在礼拜三晚上来到33号2楼，我们而且提早在7点半，来透过每一个月有一个主题，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月当中操练的一个祷告。那在这个月当中，也都会透过不同的见证分享，来邀请弟兄姐妹来为主做见证。今天晚上是邀请我们的敏哲长老，他要来见证分享特别是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人当中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敏哲长老。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在这个清明的这个期间呢，我要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见证，是要来追思我的妈妈。我的主题是选择上好的福分，这是牧师伫前几礼拜伊的讲道嘛有讲到的，是不是会当亲像玛利亚呢？伊选择上好的福分。起条日子，我的妈妈是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伫民国61年大学毕业了后，伊有一个真偶然的机会熟悉阮爸爸，然后阮爸爸就邀请伊来到教会来到咱嘉南教会。迄当时咱嘉南教会有一个学手团，拄好伫组织成员就有文生长老伫在场，搁有像
这个公学长老张娟老师等等，是迄当时咱嘉南教会的青年所要组织一个嘉南的合唱团。因为我的妈妈真爱唱歌，所以伊就来到咱嘉南教会来加入这个合唱团。然后伫过年62年的时阵，民国62年，伊就感动受洗真做主的儿女，感谢主。伫迄年的3月29，嘛甲我的爸爸来结婚，伊伫这个期间，咱看到讲伊是大学毕业，过年伊就受洗，然后就结婚伊的同学因为伊是政大法律系毕业，伊的同学伫迄当时真侪人拢要去考律师以阮妈妈的成绩，伊嘛是本来有计划要去考律师但是因为选择要来真做主的囝儿，所以伊无去考律师。咱知影伊是一个老师伊40几档的工作内面是有老师，是做一个老师伫我出世了后，我开始接触这个信仰。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互我的教导真侪直接我就来讲我的妈妈伫我信仰上的教导甲影响。第一就是我的妈妈对信主了后，伊每一个主日伊就拢会到教会来礼拜。所以我对细汉开始我就对我的爸爸妈妈虽然讲迄阵佫无啥了解这个信仰，但是就是来到教会来礼拜，参加主日学。所以我的妈妈是除了伊前几冬破病迄个期间行动无方便无法度逐礼拜来到教会。伫信仰的过程中间，伊每一个礼拜伊拢真照主的教示就是爱来教会礼拜。第二个就是参与伫教会的服侍这嘛是对我的影响真大。我拄则有讲，我的妈妈伊真爱唱歌所以伫我细汉的时阵，伊就参加咱教会的这个献歌队。所以伫我到伫16岁时，我高中1年的时阵，我的妈妈就甲我讲，你会使来参加献歌队所以对迄个时阵，我就开始来尝试参加献歌队。然后这个服侍嘛是影响我真侪互我有真侪学习，就是对伫我的妈妈了解到教会毋但是来参与礼拜那定，嘛是爱来参与伫教会服侍。第三个就是1/10的奉献迄当时嘛无了解啥物款是1/10的奉献，因为阮细汉的时阵无收入，所以我的爸母教示我就是，若是有收到压岁钱就是将这个1/10摕出来奉献给上帝。到伫我开始工课慢慢开始做工课了后，我嘛明白圣经内面的教示是爱将这个1/10来归服主。这是我的妈妈对我伫信仰顶面的影响甲教导。伫我的妈妈一生中伊的工课其实嘛无真顺利伫伊的这个40几年的工作顶面呢，伊首先伊毕业了后，就到伫这个新吴中学做老师做13档，然后伊有做2年的生理伊去卖手扒鸡伫咱中山东路的这个市场去卖手扒鸡，但是生理做了无好2年的时间，将伊这个13年的老师所欠的这个费用全部拢用完了佮了40几万的这个了40几万伫生理的顶面我爸爸有甲我讲，伊佮去甲合作社借40万来还所以我的妈妈伊伫第2个工课在卖手扒鸡做生理的时候，伊是真大的挫折甲失败但是因为伊是上帝的囝儿，伊有照主的教示牵调伫主，所以上帝虽然甲伊这个门关起来伊佮替伊开一条新的路伫手扒鸡这个生理结束了后，
迄当时日本的公文式教育拄好伫咱台湾吼开始在发展，啊嘛有在招考老师吼，所以我的妈妈就因为有这个机会，就去考这个公文式教育的老师，啊然后伊就是开始伫这个公文式的教育投入，啊一直到2011年啊，到我的爸爸要到高雄去开拓教会的时阵，才来结束啊这个公文式教育的工作吼。所以我的妈妈一生其实嘛毋是真顺利，尤其伊这个伫信仰的，伊是第一代基督徒吼，伫信仰的路中吼受到真侪阻挡啊。伫遮我嘛要讲到讲，我的妈妈有一个真大的愿望吼，她的愿望就是对伊信主了，伊将一句话吼一直放伊的心内，就是一个人信主，全家拢要得救啊吼。因为伫伊的家庭有5个兄弟姊妹，啊，佮伊的爸爸妈妈吼，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啊，佮有真大的家族，拢无信主，拢是传统的信仰。所以伊第一个信主的时阵，受到真侪阻挡，嘛去互起笑，但是伊嘛无因为安尼就放弃，伊伫伊的心内定定为着伊的厝里的人来祈祷。所以伫过去20年吼，伊的第2个小弟全家，第3个小弟的全家，以及伊的妹妹，全家拢信主啊，拢总有11个人吼，拢信主啊，感谢主。即马伊上大的愿望就是伊大汉小弟吼，就是我的大舅，到即马还未信主吼。到伫我妈妈伫3年前，搁伫病床的时阵吼，伊嘛定定为着我的大舅吼，因为希望主会当感动伊吼，因为阮来伊传福音，会当因为安尼感动来信主吼，所以阮就为着阮妈妈伊上大的这个遗愿吼，继续来祈祷，吼，为着阮的家族、这亲人还未信主的，继续来祈祷。伫遮我嘛要提起上帝互咱的应允甲愿望吼，就亲像伫启示录21章第30、第40所讲的。我知影我的妈妈已经即马伫天堂吼，伫乐园内面，逐工甲天使做伙伫学乐唱歌，伫遐嘛无哀伤，嘛无病痛吼，就亲像启示录这个经文所讲的，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佮要甲因拭去拢总的目屎，无要佮有死息。无要阁有哀伤、嚎叫、痛痛，前个代志已经过去啊。我想因为安尼，因为上帝的应允伊已经拭去阮的目屎，所以阮时常在孝敬阮妈妈的时阵就会记得伊过去伫阮厝里内面阮做伙在生活迄个好迄个好的。迄个情景，嘛知影讲妈妈升去到天堂，阮有一日会甲伊阁相见。另外，我嘛要甲咱在场所有过去有失去亲人或者兄弟姊妹做伙来互相安慰甲勉励吼。就亲像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所讲的，兄弟啊，着欢喜，着完全，着受安慰，着同心，着和睦，就想事。仁爱甲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伫地，我相信咱还阁伫世间的，咱来继续来跑走天路，爱向前来跑走天路，爱继续为着上帝来活，因为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使命甲任务拢无共款，咱阁有真济伫教会内面爱做，伫咱的家族内面爱做，伫咱的家庭内面爱做。就亲像保罗所勉励咱的，伊讲兄弟啊，我无了家己做已经得到，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头前所插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我想咱拢有一个愿望，咱嘛知影咱伫咱人生的路尾的时阵，咱上最后就是要到伫天堂。要到伫上帝所应咱的乐园，
咱是毋是会当为上帝来活？亲像保罗所讲的，到咱人生的路尾时阵，咱会使好胆来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尽所跑走的路程，已经持守所信的道理。伫上帝面前，上帝当对咱讲，你是一个尽忠佮良善的奴仆，就是上帝要予咱的这个报赏。愿这的荣耀一切拢归乎咱的上帝。多谢。有人说妈妈的榜样很重要，还有妈妈的祷告很有力量。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妈妈为我们来守望祷告，好，或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妈妈也都能够为她来祷告。而下个月我们的主题会是为母亲来祷告。333祷告会呢，从今年的1月开始，好，我们讲到要在财务蒙福上来祷告。好，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就是相信神的话，查考神的话，做金钱的管家，用金钱来尊荣神，用金钱来帮助人，为财务来祷告，还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好，那这是我们在1月份好我们所操练的。2月份我们讲到为我们的工作还有学业来祷告，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赐福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是一个蒙福，不是一个咒诅。课业学业也是一样，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上个月3月份呢，我们讲到为重担来祷告，为重担能够得释放来祷告。所以耶稣说，劳苦担重担都可以到他这里来，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我们也用这样的祷告文，这样祷告说：亲爱的父神，即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依然像盾牌般包围着我。感谢你住在我里面，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在我与恐惧、忧虑征战的时候，你的话带给我安慰，再次提醒我你的伟大，在你绝对没有难成的事。好，后面我们一起来继续来祷告，求你使我在跟随你的路上，看见你的荣耀和祝福。愿我能不断将你的话和你的爱、你的平安和盼望分享到这世界的每个角落，使背负重担的人们都能因着主耶稣而得释放，享受生命的平安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3秒钟，然后想一个问题：上个月3月份，你有没有什么重担在上个月当中，上帝让你得释放？3秒钟。好，谢谢。好，请大家张开眼睛。我们要去回想，当我们真的去为这个事情、为一个重担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他会垂听。只是呢，有时候上帝已经做完了，我们却还没有去反应过来。所以其实对牧师来讲，在3月的很大一个重担就是，到底迦南教会60周年参加这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去得了还是去不了？这是一个重担。不过呢，今天是4月2号，这个重担怎样？已经变成这个甜美的祝福啊！好，这个真的去回来之后，好，果然没有真的是白走一遭啊！好，真的有很多的见证，好，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我们也要很多的重担背负在身上，但是呢，当我们为这个重担来祷告的时候，上帝会让它成为重担，成为甜蜜的祝福。今天4月份呢，好，那牧师定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很有争议啊，好，所以有争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从昨天到今天，有3个长老跟牧师在确认说，牧师，你确定你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吗？好，那上个礼拜天的周报呢，好，就已经有长老帮我改了这个主题的名字，好，为什么回天家的亲人祷告。好，那本来牧师定的题目是为过世的人祷告，好，为过世人祷告。好，那所以今天呢，牧师要分享的呢，4月份的主题为故人祷告。好，你觉得可不可以为故人祷告，为过世人祷告？你觉得可以的，请举手。
你觉得不可以的，请举手。好，没有举手的没有关系。好，那所以呢，这个我知道这个议题呢，好，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有很广泛的讨论，因为这不是只有在教会问题。500年前的宗教改革早就为这个议题呢讨论很多，还不用等到500年，2000年前，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议题呢当时都存在。所以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为死人，我本来要写的是为死人祷告了，好，但是这个死人太敏感了，好，所以为故人，好，这个为故人还是太有争议了，好，所以我们长老很 nice， 又帮我改成为回天家的亲友祷告，好，但是呢，透过今天这个信息呢，好，让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去为死人、为故人、为已经回天家人祷告？明天教会有一场告别式，我们在告别式当中会不会为死人祷告？会还是不会？会。那如果不能为死人祷告，那明天我们要做什么？明天我们在那边告别式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做什么？好，还有我相信这个议题呢，好，也不是为死人祷告，因为比较大的争议是向死人祷告。我觉得比较大的争议是向死去的人祷告。好，所以这个是在中世纪当中产生很大的议题啊。我们都会说盖棺怎样论定人死呢，不能复生啊。所以人死后是不是一切都是定局？这个人被上帝接去，上帝把他带去天上喝咖啡之后，是不是他的一生就已经决定了？甚至包括他将来的命运，将来他永恒的生命都决定，而且是无法改变呢？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来思考，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死后他一定就是那个样子？那个一定是谁在决定的呢？路加福音我们现在在共读，路加福音的16章就有提到，我们很快就会读到这个故事。一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而且呢，他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天天被抬到一个财主的面前。后来2个人都死了。这个财主呢，在阴间受到折磨，非常的痛苦。他远远看到他的祖宗亚伯拉罕的身边，就是他天天在他家门口出现那个乞丐拉撒路。所以他有3个要求。第一个，希望拉撒路能够用他的指头，好，应该是小指头，沾一滴的水来沾他的嘴唇，这就是他在阴间最大的盼望，能够有一滴水给他。好，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他。第二个，他希望说，那你叫拉撒路可以回去告诉我5个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怎样，都需要悔改。好，都需要悔改。好，但是亚伯拉罕说，有摩西的话，还有律法的话，警戒他们。这个财主第3个请求说，这个我主啊，如果有一个死人回来告诉他们说，死后真的有审判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悔改。但是呢，亚伯拉罕还是拒绝他，这个故事呢，好，讲到耶稣讲到一个重点，好，说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一道深渊隔开。这个深渊是你们，就是死去的人，跟我们。好，其实我们亚伯拉罕他是死人还是活人？他也是死人。好，不过呢，这个不是死人跟活人，是在阴间的人和在天上的人呢，有一个深渊隔开，要我们到你们那边，或你们到我们这边是不可能的。路加福音第16章，希伯来书第9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死后有什么？审判呢，就是决定我们到底能够是去到天上，还是要像这个财主一样去到阴间呢？好，所以我们知道死后呢，好，是一个审判的时刻。但是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好，教会2000年历史当中，甚至在教会史以前呢，就已经有为死人祷告好的这样子的争议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天主教，好，他们都会为死人祷告。天主教怎么为死人祷告呢？好，我在念的这是天主教的祷告文啊，为亡者祈求，求主赐他们进入永生；为亡者祈祷，也顾及到生活在世的我们，
给我们避恶行善的勇气，坚定对永生的信念与希望。当你听到这样的祷告，你会阿们还是不会阿们？好，这个先让大家自己想想。第二个呢，天主教也会为嫁基督徒，好，但是他的配偶过世的人祷告。他这样说，好，这是文言文：至仁至慈天主，生养救赎无际，咸欲未得天上永福，祈求怜视亡者圣民，赦其在世时凡有获罪于主，或思或言或行，命天神迷耳，保护指引，于身后显露，使魔鬼不至于四害，免堕地狱，或升天堂，享主圣荣，亦赐我将来同一在天上，尽主圣荣，睹万上万热之美好。好，这是天主教为已经死去的配偶来祷告。天主教也会为过世的父母亲友恩人好来诵祷。吾主天主命我孝敬父母，泛爱众人，图报恩人，又教我追思以亡，代为求主。我今念及父母亲友恩人去世之灵魂，在世事主，遵从圣教。我虽无德无功，献主台前，求主宏慈裕容，赦我父母亲友恩人恋罪，数次升天，永远享福啊！好，你大概知道说他的意思，好，就是说为这个死去的人呢，好，不要到这个炼狱当中，因为天主教有那个炼狱的传统啊，说人死后在被审判之前，还有一个炼狱，好，这是炼狱当中呢，好，所以才会有中世纪的赎罪券。你只要买的赎罪券，你就可以越早的离开炼狱，然后就可以早早的到天上去啊，好，就不用下到沉沦。还有呢，为凡诸信者的灵魂，好，同样的，好，说第二行，我今为已亡炼狱众灵，在世侍奉真主，信从圣教，求主垂悯宽赦，免其苦难，命天神庆报出奇，又赐我今世痛悔枉罪，不敢再犯，脱身后永苦，皆诸信者，想见天主圣容。好，这也是天主教为已经过世的人，甚至呢是诸信哦。这个诸信就说，不论他有没有相信，或是没有相信的人，还有呢，天主教也会为在炼狱当中的灵魂祷告，好，怜悯炼狱灵魂，使他们早日脱离炼苦，求你台前，到你台前，永远享福啊！其实，在这个炼狱当中，好，这个是在教会中世纪一直发展出来，好，一个死人好接受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存放在那个地方，好，那他们也是从圣经当中好去穿着附会出来，但是不是只有天主教会为死人来祷告？在基督教当中，好有一个教会，好他们有2000年的历史，好叫做东正教，好这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东正教，对不起，好我们等一下看东正教。天主教呢，他有一段话，为什么他们说为亡者祷告？他说为亡者祈祷是一种爱跟德的行为，就是有爱的德性的表现，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天主的恩赐创造。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在自然律当中，所以人不是长生不老。天主呢本来没有创造死亡，天主呢让人活在永生乐园，是人犯的罪招致死亡的命运。但是人的死亡不是人死如灯灭，是天主收回他的气息，所以人不是不死不灭，而是在天主预定的时候，灵与肉再度结合，就是复活。这是旧约信仰，也是新约的福音啊！所以基于此，天主教认为，从古至今，人们常为亡者，尤其为亲友亡者祈祷，求神使他们得到安息。所以天主教的弥撒当中有为亡者的祈祷文，不论亡者的信仰如何。所以他的结论，所以为非基督的信友。信徒朋友们、慕道友的亡者亲友祈祷，应该是可赞许的善事。天主教的到今天，他们仍然为过世人祷告是可以的。刚才讲到东正教，东正教他们也告白说，身为东正教徒，
在教会还有自己的家中，为已经过世的人祈祷，是一种表达爱的行动和义务。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我们东正教都会为亡者祈祷，因为他们有根据圣经罗马书14章7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们也用耶稣自己所说的，神是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因为表示活人的神是那个灵魂确实还存在活着。好，这是在马太福音22章32节，耶稣说：“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这个耶稣引用这句话，好，神说了，所以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呢。所以东正教也是基督教，好，在这个WCC 普世教协当中，东正教都被承认是基督教，他们也会为活人来祷告，对不起，为死人来祷告。好，但是呢，在这个罗马书第8章38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生死，好，这些事情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不论我们是活着或是死了，好，上帝的爱都是一样的同在。其实为死人祷告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产生争议呢，是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为这个死人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谁决定上天堂，好，跟不能上天堂是由神在决定。但是人呢，好，没有办法再透过祷告去改变一个人，好，是不是能够上天堂，或是他要到阴间、到硫磺火湖当中？可是呢，好，在这当中会产生的几个争议，就是说，到底这个人耶稣会怎么样决定他上天堂，或是去到硫磺火湖的阴间炼狱这个阴间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说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上天堂。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为死人不是只有祷告，还有为死人怎样？为死人洗礼，而且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好，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保罗说：“要不是这样，那些代死人受洗礼的，又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呢？要是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那他们为什么还代死人受洗呢？”好，现代中文译本帮我们克服一个困难。好，因为本来和本都说为死人洗礼，好，现在呢，现代中文译本把这意思翻得比较清楚，就是代替已经死的人洗礼。好，就是呢，他们会有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当时教会也有这样的做法，就是代表他已经死的亲人洗礼的。保罗有没有反对？如果我们看的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没有反对，保罗只有提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如果没有先有死人复活，你为死人洗礼或是代表死人洗礼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会看到说，其实保罗并没有反对为死人或是代替死人洗礼，但是保罗要强调的不是为死人洗礼这件事情，保罗要强调的是先有主从死里复活，我们才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形状。所以保罗在强调的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荣耀的生命。但是从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在2000年前的教会，不是只有为死人祷告而已，还有为死人来举办的洗礼。如果我们今天为死人举办洗礼，牧师会怎样？洗不完。
说啊，我要为我的阿公洗礼，为我的阿祖洗礼，然后呢，哇，啪啪，每一个人都要为他的祖先来洗礼，那这样子或祖宗18代，真的会洗不完啊，会洗不完。但是呢，为什么上帝后来到教会没有强调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最后会再看。在圣经当中，不止还有为死人洗礼，甚至还有为死人传福音。记载在哪里呢？使徒信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子，然后他在彼拉多手下受死埋葬。下面那一句呢，降在阴间，然后呢，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耶稣什么时候降在阴间？去到了阴间呢？那耶稣去到阴间，这样子的记载，圣经有记载吗？而且耶稣去阴间做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的第3章13节到22节这段经文当中，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他就记载了这件事情。第19节，彼得说他就是耶稣借这灵，前面是在讲圣灵，这灵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耶稣借着圣灵，这灵呢，使耶稣基督复活，但他借这灵去曾经就是过去去过阴间传道，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那些灵是什么灵呢？20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彼得他用这样子的话，前面没有任何的圣经的教导，或是耶稣在4福音书的根据，但是在彼得前书彼得的教导当中呢，耶稣曾借这灵到阴间传道给那一些人，那些人是挪亚方舟，特别指出当时全世界人都不信上帝的话，只有8个人，挪亚太太3个儿子3个媳妇，加起来8个人。所以我们的中国字，船是一个舟，左边是一个舟，右边呢上面是一个8，下面呢口，一舟8口，就是指哪8口？挪亚方舟，他们全家8个人。而这个船呢，这个人，全世界的人都不是义人，都是罪人，而且通通都被淹在这个40天的暴雨当中啊！而且当初挪亚在盖方舟的时候盖了多久？从500岁盖到600岁，盖了100年。100年当中，有没有人悔改？没有人悔改，只有挪亚生了3个儿子，3个儿子娶到了3个老婆，所以一家8口，他们愿意乖乖的进入方舟。得救的呢不多，因为跟那个世代的人，而且挪亚方舟被这个连天下最高的山都被洪水淹没了，可见呢，真的在天底下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方舟。我们看到这个方舟，是之外的人通通都是罪人，在方舟之外的人通通都是那些不信的人。但是呢，连耶稣也借着这个灵去到阴间，传给在这方舟以外这么多不相信的人。方舟的英文叫做什么？ Ark， 好，没有错，叫做 Ark， 好 ，A-R-K， 在英文当中除了方舟又代表什么？约柜，约柜也叫做 Ark， 所以当你讲到 Ark 呢，它有可能是方舟，也代表的是约柜。约柜最重要是上面的施恩座，在约柜的外面，其实呢都是罪，在约柜的外面都是罪，能够在约柜的施恩座底下才是得救，才能够跟上帝有义的关系。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或是说分享的，我们如何为过世的人祷告？如果我们认为说不能为过世人祷告，好，那圣经有为死人洗礼，圣经还有为到阴间传福音，好，而且不是别人去，是基督耶稣借着这个灵到阴间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思想，耶稣在他死里复活中间，好，这个不到3天的时间，他真的降在阴间。
然后呢，彼得说他是降到阴间，好，借着那灵去传福音给挪亚方舟以外，在施恩座以外那一些没有悔改的罪人来听到福音的时候，那死后的人是不是仍有机会听到福音而得救？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上帝有答案。好，我再把最后这句话：死后的人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因为听到福音而得救呢？好，今天牧师就没有要大家举手，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去知道说到底会不会发生，有没有可能？因为圣经确实有这样记载，基督曾借这灵去到那监狱里传道给那监狱里面的人听哦。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拯救，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当我神学院毕业，去到台南柳营乡下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一个不是告别式，我在当传道当中都没有机会主持告别式，因为那个教会人也不多。去的时候呢，只有10个会友。不过离开的时候也是很多会友，但是没有主持过告别式。但是有一次遇到是一个会友的女儿怀孕，那她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当这个柜姐，所以整天站，而且要穿高跟鞋。怀孕之后呢，她因为每天站，结果怀孕几个礼拜之后呢，这个肚子才开始要大起来，结果却怎样？却流产了，流产。哇！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妈妈就很难过，所以我们去家里面探访，这个妈妈她真的快要得到忧郁症，因为那个宝宝呢就死在她的肚子里面啊，她都还没有看到她就死，她真的忧郁症啊，她就是快要走不出来。但是呢，当我去到她在探访她的时候，关心她的时候，就跟她讲一句话。说你很爱你这个宝宝，对不对？好，他说对，他很爱他这个孩子。说你都还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那你觉得上帝爱不爱你这个宝宝？你觉得？好，一开始他是想说，上帝一定不爱我，才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上帝一定或许也不爱我这个肚里面的宝宝，所以他才会让我这个宝宝才会这样子流产就死去。但是当我问他说：“你觉得上帝爱不爱他呢？肚子里面这个宝宝？”我跟他说：“上帝，你既然你都没有看到他就这么爱他，上帝绝对比你更爱他。上帝对他的计划，上帝对他的旨意，虽然你很舍不得他，但是上帝因为比你更爱他，上帝对这个宝宝，对这个胎儿有更好的安排。所以你要做的是怎样？你只要顺服，相信上帝爱他就够了，其他的你不用去替他担心，其他的你不用去替他烦恼。所以因为这样，他很快的，他就能够渐渐走出来，然后回去就继续上班。后来他真的就生了一个女儿，我还记得他女儿出生的时候，跟我儿子出生的时间差不多，现在应该都差不多大。而他现在也是一样，有2个还3个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人发生这个事情，会觉得上帝不爱他，而我们死去或是这些不在世上的亲友，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思想：你比较爱这些过世的人，还是上帝比较爱这个过世的人？你觉得？正确答案：如果你很爱他，你要相信，你要知道。上帝比我们更爱他。刚才敏哲长老在这边怀念他的妈妈，好，可以感受到他妈妈对他的爱。不过，不论我们怎么样的爱我们的亲人或是故人，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上帝比我们更爱他，因为他是上帝。我们是用人的爱去爱，但是上帝是用那个阿嘎佩的爱，是那个完全的爱他。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当你在为这个故人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为故人采取行动？当你在为故人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要问的重点是，
当你没有为故人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为故人采取行动？圣经的答案是：上帝神爱世人，上帝就算你没有为故人祷告，上帝自己会因为比我们更爱他，上帝自己会去采取他的行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在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当中，第9章我们已经读过，当耶稣在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就有开始人不同的理由来拒绝。有一个人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意思说我回去陪伴我的父亲，到他老死之后，我就可以来跟随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好，我们一起来读：“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不是等到你爸爸，他的是说他的父亲，那个人的父亲。耶稣的意思说，不用等到他过世，你才能够跟随，而是说，我们都会想要尽孝顺的责任，孝顺父母的责任。等到我尽完孝顺父母的责任完之后，我就可以来跟随耶稣了。但是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后面还有一句话，什么话？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路加福音9章60节，马太福音一样的记载。耶稣的意思是说，死后的事情太多，不是我们活着的人需要去担心的，需要去烦恼的。你只管去为活的人怎样传讲神的国。所以根据耶稣对于生活人和死人，其实耶稣来看，死人会有上帝的作为在这些已故的人身上。活着人要关心的是谁？活着的人，没有错。只要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活着的人身上。所以最后今天牧师的结论，我们要为故人来祷告。但是呢，有7个重点你要知道。第一个，当你在为故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被主接去。昨天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宾秀兰姐，她前天晚上过世，就今天再去确认的时候是昨天早上9点。但是本来今天要跟中和兄在教会见面，那后来儿子的行程，我们明天才能够见到中和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当秀兰姐蒙主恩召，上帝把她接去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为她祷告？还是我们不能为她祷告？为什么可以？好，因为你相信你为她祷告，上帝会听啊，所以你才会为她祷告啊。如果你认为你祷告没有用，你就不会为她祷告。但是我要讲的是，为故人祷告有7个重点，我们要学习。第一个，要求主使故人怎样？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秀兰姐感谢主，知道说他是在睡梦当中，上帝把他接去的。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期待，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的平安安息。第二个，我们要求主赦免世人的罪性。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只要是人，就是罪人。但是还有故人也会有一些罪行，罪性和罪行不一样。罪性是在你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你还没有出来就已经有了罪。但是罪行呢，是没有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所作所为，我们要求主怎样赦免。第三个，为故人祷告是求主搭救什么？故人的灵魂。因为呢，这个故人的灵魂，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那个财主，他的灵魂就是这样不义的灵魂。当一个拉撒路，当一个穷人，在他家里面，在他家门口天天要饭，他没有给他任何一顿饭。为什么拉撒路都可以捡他吃东西呢？是因为这个财主家的桌子上面掉下来的屑屑。这个屑屑是什么呢？是因为那个财主每次吃饭的时候，或是他的帮他准备餐的这些仆人没有洗手，碰到这些食物是不洁净的，所以就把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怎样丢到地上，最后是扫把扫一扫，然后拿出来放在门口倒掉，才是拉撒路捡起来吃。还有圣经说，拉撒路被人家抬来也是他不洁净的。所以一个不洁净的人在吃不洁净的东西。这个财主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的眼中我是洁净的，在他的眼方舟以外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对这个拉撒路一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但是没有想到，让他跌破眼镜的2个人都死了之后，财主被埋葬，拉撒路没有人埋葬，可是拉撒路居然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得到安慰。那个财主在阴间受到折磨，因为他的灵魂，他没有得到神的拯救。而第4个，我们要为故人祷告，不是只有为故人，还要求主安慰故人的谁？遗嘱。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就要为活人来祷告，所以我们不用花很多的时间，你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能够去为死去的故人祷告改变什么事情，但是只有神做得到。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把重点放在遗嘱。遗嘱要为他们祷告什么呢？求主借着福音，让遗嘱能够怎样得着救恩。所以教会的丧礼跟民间宗教的丧礼不一样，民间宗教的丧礼是为谁在办的？为死去的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希望为他超度啊，让他能够改变他，让他能够改变有功德啊，让他可以圆满啊。好，这个是民间宗教。可是教会的丧礼是为谁在办的？为活着的人，希望来参加告别式的亲人朋友能够因着上帝的话得到安慰。而第6个，为故人祷告，要求圣灵的帮助，因为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要让这个遗嘱活着人能够看见盼望，能够看见希望，能够看见他们有得救的机会。即便好像陈进兴这么样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但是只要神愿意，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最后我们为故人祷告，是愿神的旨意怎样成全。所以今天不是可不可以为故人祷告，是为什么要为故人祷告？当我们为这些故人祷告的时候，其实不是为那个死去的灵魂祷告，是为这些还活着的人，能够听见祷告的人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这7个重点，我邀请大家能够再来一起念一次。第1个，求主使故人安息；第2，求主赦免世人的罪性和故人的罪行；第3，求主搭救故人的灵魂；第4，求主安慰故人的遗嘱；第5，求主借着福音让遗嘱能得到救恩；第6，求圣灵帮助，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最后，愿神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不是好或是不能，不是可不可以或是能不能，而是我们每一次为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会去扫墓。我爸爸带我去扫墓，因为我的阿公阿嬷亲戚很多都还不是信主。但是呢，我们去扫墓的时候，我爸呢都会带着，在这扫墓完之后，有时候是跟阿伯，有时候是跟阿姊，有时候是跟阿姑。扫墓完之后，我爸都会带着我们全家，只有5个人，可是呢，在旁边还有很多的亲戚，20-20个人。我爸都会在那边亲戚他们都会先拿香，在那边烧啊，在那边烧金纸啊，最后拿香在那边拜啊。但是我爸最后就会带我们家5个人一起在那个墓碑前面怎样祷告？为已故的人祷告，是祷告给谁？是祷告给谁听？除了祷告给上帝听，也祷告给旁边这一些的遗族来听，让他们听见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死亡这件事情。让他们听见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生离死别。而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清明节的连续假日，你也可以在这样扫墓完之后，就在那边带着你的家人，带着你的亲族一起为他祷告。其实就算基督徒的家庭，你去扫墓的时候会不会在那边祷告？也会祷告。是不是为死人祷告？也是在为死人祷告。但是为死人祷告不是说希望上帝去改变这个已故人什么事情，而是希望活着人怎样
能够因为这样的祷告，去记得这个死人的好，或是提醒我们，好，在这个死去的人身上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最后牧师的结论：死，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死不可怕，死是生命的终点，但不是人生的终点。你同意吗？外邦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人想要自杀，想说自杀以后什么都不会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是，死不是，虽然是我们出生以后的终点，可是死不是人生的终点。死不可怕，死也怎样？不用怕。好，我们一起来念：死是人生的休息站，是通往永生的必经之路。我们在主里面 rest in peace 叫做 RIP， rest in peace 在平安里面怎样休息？所以死是什么？人生的什么站？休息站。我也好希望可以休息哦。好，当牧师很忙哎。好，我为了今天晚上要讲到之前，我要赶快先录完2集的路加福音。为什么？因为下礼拜要出去环岛。好，如果你去环岛，到时候我不能在游览车上面。所以我要赶快把下礼拜的路，好，我也好希望能够休息。但是上帝让我知道，你真的想要休息吗？那我就把你接去咯。那我说好，不用，我还是不要休息好了，我还是赶快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但是死，你真的想要休息，死是人生的休息站。但是你想要得到永生，就必须要经过什么？你就必须要经过死亡。有谁可以不用经过死亡就得到永生？有，好，圣经有2个，一个是以诺，但是他要先与神同行多久？你有没有办法与神同行300年？好，如果可以与神同行300年，好，搞不好你就可以免死，好，就直接去永生。另外一个人是谁？以利亚，好，那他怎么去的？火车和火马，好，你可以坐火车，你可以坐火马，好，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不同的火车，不同的火马。但是除了这2个人，连耶稣都死了，你能够比耶稣还大吗？还可以比从耶稣以后到现在，有谁可以不用经过死，就可以直接上天堂到永生？没有。所以你真的想要得到永生，你必须要勇敢的面对死亡。今天晚上好的这个祷告会，为故人祷告，好，不用把它当成一个禁忌，或是可以或不可以，而是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就怎样好好的为着活着的人祷告。但是已故的人，我们心里面还是会想念，我们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当然可以为他祷告。你想要怎样为他，你的信心到哪里，你就可以为他祷告到哪里。好，但是你祷告什么？好，上帝的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上帝。盼我们透过今天在清明节的连续假日，好，其实现在已经算是连续假日的开始。但是不论我们有没有要去扫墓，不论我们身边有没有过世的人，不论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的我相信我们的身边都有已故的人，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花1-2分钟的时间，我们特别为这些故人们，我们来追思他们也好，为他祷告也好，向神来求也好，求神能够在他们身上能够彰显作为。但是更重要的是为还活着的人，还有机会听见福音改变的人来祷告，求神的灵能够让上帝的旨意来成全。我们一起来安静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但是我们都害怕死，我们也害怕老，也害怕生病。但是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反而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死亡是一个人生的休息站，死亡是一个通往永生的必经之路。
们为这些已经过世、已经被主接去蒙主恩召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们，或是我们的亲友、家人、父母，我们为他们的生命向主献上祷告。即便我们的祷告不能改变什么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你对他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爱。主啊，让我们永远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论是生是死，是高处或低处，是天使是掌权的，是将来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神的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主啊，我们今天不需要为死去的人来洗礼，我们今天也不需要为死去的人传福音，因为这都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的事情。我们只需要担心的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向活着的人来做见证，活出神的形象，荣美的生命，是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荣耀的生命，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像你的生命一样。今天借着4月份清明节，我们追思我们的故人，追思我们的亲人，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提醒自己，让我们能够为神而活。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用为死亡担心，不要问哪一天被主接去来担心，因为神你都已经按着你的日子都将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我们只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是不是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是不是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身边的人能够更爱你，更像你。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主啊，也求你特别安慰在害怕担忧当中的人，或是对死亡还没有完全的了解、担心惧怕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坚定的信心，勇敢的面对死亡，走向死亡，迎接死亡，胜过死亡。这是基督徒的冠冕，这是基督徒的荣耀，这是基督徒的得胜的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即便死了，也必复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圣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啊，我心不住赞美，我力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力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牺牲自救。主的恩典，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救，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啊，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因羞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因羞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不信的就要灭亡。但是那个灭亡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启示录第19章，那个才是灭亡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太早就说这个人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我们不要太快就代替耶稣，这个人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永生。不信耶稣不能得永生，这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我们不要特别很多非基督徒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信耶稣怎么办？我的阿公阿嬷不是基督徒怎么办？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如果我们让他们担心惧怕，我相信这不是上帝要给他们的。活人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看起来都是死了，但是路加福音他却带着拉撒路还在那边，还活着。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你只要让他们知道，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但是不用让他们担心，没有信耶稣就会下地狱。在阴间的事情，在死后的事情，不是我们活着的人需要去担心或是去论断的。求圣灵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平安去传福音，也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不是使人担心惧怕的福音。特别让我们能够求主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在阴间还有人在传道，在阴间的灵魂，即便从挪亚方舟那个世代，神都没有忘记，而这些已故的亲人，神也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够了。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够了，因为神爱世人，差他的独生子拯救世人。
使他们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使人都能够有机会悔改。求圣灵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把今天在这里的聚会，把今天晚上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消化再消化，让我们自己能够分辨明白上帝你对死人的心意，对活人的心意，对所有全世界活人和死人的心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主啊，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愿你的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在今天聚会要结束之前，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献上，求神带你们的脚步是平安的脚步，带你们的脚步是祝福的脚步，带你们是穿平安的福音鞋，传的福音是让人听了平安，不是让人害怕。阿们。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赐我更多更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就将变。就算经过黑暗，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哈利路亚！我们拍掌，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使咒诅变为什么？祝福，使疾病的变为健康，使贫穷的变为富足。在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以前，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好，我们去跟我们身边人彼此请安祝福。好，我们来，今天有一个寿星啊，是淑美姐啊，我们一起来为淑美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要送给淑梅一个生日礼物啊！我们要请一个代表来献吻啊！要请谁呢？敏哲长老，敏哲长老举手了，敏哲长老举手了。好，